世界因你而驕傲，全球聚焦吉隆坡。2025全球傑出魚商提名火熱進行中，星光熠熠，冠蓋雲集。2025全球傑出魚商論壇暨全球華商品牌盛典，與你相約馬來西亞吉隆坡。大魚商道，協和天下。呢場殿堂級嘅魚商奧斯卡盛會，由傑出華人文化促進會聯合世界魚商聯合會共同舉辦。自2011年首屆全球傑出華人獎創立，歷經13載，從香港到馬來西亞，我哋見證咗無數傑出華人嘅光榮與夢想。中國國務院原副總理吳桂賢等尊貴嘉賓應邀親臨主禮及頒獎。諾獎得主楊振寧、華人首富李嘉誠、慈善大家曹德旺等伯傑相繼入選全球傑出華人畫傳。新加坡開國元勳李管財，享譽國際佛學泰斗星雲大師，愛國典範曾憲梓，諾貝爾獎兩度提名大學校長潘宗光，大中華商界翹楚霍震寰等百位翹楚人物榮登全球傑出華人領獎台，致敬祖國，獻禮華誕。2024年10月獲頒全球傑出華人、全球華人傑青殊榮嘅代表隨團訪京，受到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邱小平、中國僑聯副主席程學元等領導親切接見，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馬能普等尊貴領導出席訪京團慶祝活動，共享榮光。全球傑出魚商，中華文明星座。全球傑出魚商不但承繼咗全球傑出華人嘅國際美譽，更彰顯咗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嘅魚商風範，達至創造財富、服務天下、立功、立德、立言嘅崇高人生境界。矚目盛會，相約大馬，敬請期待。